今日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，天氣，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，短暫時間有陽光，亦有一兩陣驟雨，日間炎熱，市區最高氣溫約32度，新界再高一兩度，吹輕微至和緩東南風。未來數日天氣炎熱，星期六部分時間有陽光，下周初有幾陣驟雨。今早經濟狀況，上日收市，上海證券3380點，跌23點；香港恒生23453點，跌187點；美國道瓊42322點，升271點；美元對人民幣7.2067，美元對港元7.8082，港元對日元5.3783，紐約黃金3243.94美元安士，紐約原油61.12美元一桶，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4.435。財經頻道早報內容：港股、內地股同美股昨日表現各異，滬指失守3400點，恒生指數跌近1%。中國商務部話，美方針對汽車、鋼鋁同藥品232關稅調查，要美方快啲停用232關稅，希望透過平等對話解決問題。高盛同瑞銀睇好中國股市，高盛維持超配評級 MSCI 中國指數目標84點。潛在升幅11%，滬深300目標4600點，潛在升幅17%。瑞銀將 MSCI 中國指數目標由73點調高至80點，恒生指數目標由20000點調高至24500點。特朗普中東之旅同中美貿易緩和，推動美市科技股上升。美國10年期國債利率破4.5%，黃金跌至3120美元。創一個月新低，至3500美元高位累跌10%。美盤黃金期貨升1.66%，報3241.1美元安士，日內波動達121美元。鮑威爾講，聯儲局調整政策框架，因應疫情後通脹同利率變化，重新評估通脹目標同就業缺口，長期利率或會上升。聯合國報告，2025年全球經濟增長放緩至2.4%，較2024年2.9%回落。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推高成本，鋰業投資減慢。內地股三大指數跌，上證收3380.82點，跌0.68%，成交額1.15萬億元，超3800隻個股下跌。技術上或挑戰3440點，但金融走強或帶動保障。港股三大指數跌，恒生收23453.16點，跌0.79%。美股三大指數升跌互現，道指升0.65%，收42322點；納指跌0.18%，標普500升0.41%，納斯達克中國金龍指數跌2.37%。美國經濟數據，4月 PC 月率0.1%，略高預期；4月 PPI 年率2.4%，低於預期2.5%。4月 PPI 月率負0.5%，創2020年低位，首次失業金22.9萬人，符合預期。派年率2.3%，低於預期2.4%。摩根大通話，中美貿易緩和推標普500突破阻力，建議5600為止損位，目標6125、6170。瑞銀話，標普500或突破6144點。德意志銀行預計12月前利率不變，2026年初再減息2次，每次25點子。你知唔知啱啱公布咗4月份國內人民幣印鈔速度年化增長率8%，即係點？即係你每1萬元每年就少了800元，戶口有100萬，一下子就少咗8萬。8萬用嚟去歐洲旅行都夠啦，要點樣追返來？係留言區，我們一齊探討下。潛龍逆數，5月16號月至年，4月19日雞日沖兔，小紅鯊，諸事唔宜，大事小心。生肖鼠、蛇，今日氣息高，牛、羊、猴、雞，今日氣息良好。虎，今日氣息一般。兔、龍、馬、狗、豬，今日氣息麻麻，要小心謹慎。配色，着3選，白色較旺，黑色較順，紅色適合談判。
着綠色就比較弱。人生如棋，順勢而為方能得到。今日講住咁多先，聽日再見。